吴大哥搞炸，无听到，看看。伊安那无迄个麦克风的标志啊。嗯，也许就啊是，拢无听着，伊的声音无开。哎，有啊啦，哎，声音啊，敢有听着？无听着伊关起来。无你的声。搞炸，哎，我靠，哎，为什么来电 Hello， 嗨，文文你好。好了，哎，是，平安。对。啊，对啊，我平安。对啊，我没关。啊，你拜五食啥物好料诶？没关系，我大概我没关系，我下午去好吗？我现在要做。灰姑。对。辉哥哦。小辉哥啊，辉哥。我说你平安。好。哎。哦，就是那个 Fresh Market 啦，那个农夫市场，是不是？你都去那里买 ？Christmas。你挨那的嘞？个伊内闹的对面。伊丽姐嘞？伊丽姐还袂起来。哦。哎。没关系啊，我们就在加油站那里有3个加油站嘛，丹门坝跟那个，你说 Green 跟丹门坝那里 ，Green 的那里有，对，Green 跟丹门坝就是那个，我看看就是那里有一个银行嘛，CD。咱有圣餐哦吼，要提醒一下。好，咱时间差不多吼，咱甲时间交互 David，带咱来准备今仔日个敬拜。对啦，安怎啦？大家好，平安 ，Merry Christmas！ 咱即是做伙同心来祈祷，听咱天父上帝，今仔日阮来用真欢喜的心，阮来做伙来庆祝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因为主耶稣出世伫世间，然后这世间然后充满的光明，这世间有充满希望，这世界的人会当得到拯救。主啊，无论世界伫怎样咧变化，
拢是你的拯救，会永远袂改变。你有呼召阮来做基督徒，阮爱来做主耶稣的学生，恳求主来帮助阮每一个人，都当成做福音的使者，帮助阮会当勇敢来传播主耶稣所带来拯救的大的好消息。主啊，伫阮的困境中，阮袂使有绝望，阮袂使有放弃，阮爱只有来凡事来仰望主，凡事来相信主，天父上帝一定会当甲阮同在，互阮会当搁一摆来得到快乐。主啊，你为着阮，求主为着阮来做清洁的心，互阮内面逐人有正直的灵。阮来感谢你，互阮即时会当做伙来敬拜你。求主帮助阮会当安静来听你的教示。今仔日阮做伙来守圣餐，含你主当坐倒来纪念主耶稣。天父上帝帮助阮带领阮逐人信心日日你来坚固。求主带领阮头前路站，靠主耶稣基督心来求。阿门。没。我要唱歌俄勒耶和华的慈爱，到伫永远。要用我的嘴传你的信息到代代。咱做伙来吟圣诗92首，请来忠诚信徒，咱做伙来俄勒上帝。第92首，请来忠信信徒。请来大家敬拜。
咱做伙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啊，信我信上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地为了得救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庭，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共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那就是做伙来给咱第32篇，就是以赛亚书11篇，启应本圣经后壁第32篇。对耶稣的树头要发一意，对伊的经所行要改过去，耶和华的神要点伫伊，就是智慧甲聪明，的神，记忆甲能力的神，知识甲敬畏耶和华的神，这声伊要掠也敬畏敬耶畏耶和和华华做做欢喜，伊毋是凭目睭所看见来审判，也毋是凭耳光所听来断，伊要用公义审判丧凶人，要用正直义断世间谦卑的人，用喙中的管拍世界，用嘴遁去害死歹人，公义要做伊的腰带，信实要做伊身躯的带，豺狼要甲绵羊啊三角带，白甲山羊仔三角倒咧，牛啊甲细只狮甲肥的精生，做细汉的囡仔要牵因，牛甲熊要三角只，塞要食草，了解。食恁的囡仔要佚佗伫恶蛇的空口，当恁的囡仔要手伫毒蛇下迄，伫我的圣山的遍地，跌甲无损伤无陷害，因为人捌耶和华的财物要充满地上。亲像水淹满海洋海。OK， 咱来看今仔日的圣经节记载伫撒母耳下传
第7章，第1节甲11节，撒母耳下卷第7章1到11。当王踮伫厝内，耶和华也已经互伊脱离四围的对敌，得到安静的时，甲先知拿单讲：看，我踮伫牛逼茶的厝内，总是上帝规踮伫帐位内。拿单对王讲：既然你的心所想的通去做，因为耶和华甲你伫地。一面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讲：你去甲我的奴仆大比讲，耶和华安尼讲：你要起厝，互我徛起嘛。自我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日到今仔日，我踮伫厝里，常常行伫步边的路，以我甲以色列人所行到的所在。我对以色列一派的士师，就是我命令照顾我的百姓以色列讲，假使无甲我去香碧茶的厝啊，但你着甲我的奴仆大笔讲，万古耶和华安尼讲，我对羊条中，你着看羊群经理，对我的百姓以色列的君王，你无去打落，我相信甲你伫的。伫你的面前拯救你一切的对敌，的确，互你得到大名，亲像世上才会伟人一样。我要为着我的百姓以色列掠着一个所在，栽培因，互因踮伫家己的所在，无搁迁徙，中国的雷也无亲像早前扰到因。也无亲像对我命令实施，反正我会变成以色列的日，我要互你脱离一切的对敌，你得安静。佮耶和华甲你讲，耶和华要甲你建立家。佮他一摆。大卫王住在宫中，上主使他享太平，不受仇敌的侵扰。王对先知拿单说：“你看，我住在香柏木建造的宫殿里，上帝的约柜却在帐篷里。”拿单说：“你想做什么就做吧，因为上主与你同在。”但是当夜上主对拿单说：“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对他说：你不是建造殿宇给我住的人。自从我救以色列人民脱离埃及，直到现在，我没有住过殿宇，我一直住在帐篷里，到处移动。我与以色列人民一起漂泊的那些年日，我从来没有问过我招来牧养我子民的任何领袖，为什么不替我造一座香柏木的殿宇？因此，你要告诉大卫，我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说：你在田野放羊，我把你招出来，让你做我子民以色列的王。你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与你同在。我击败了你所有的仇敌，我要使你跟世界上最伟大的君王齐名。我为我的子民以色列选了一个地方，把他们安顿在那里，使不再受压迫。自从他们住进这块土地，他们不断地被强暴的人攻击，但这种事不会再发生。我要使你享太平，不被任何仇敌侵扰，也要赐给你后世。当下上帝收拾了伊咱的话，收拾咱伊的话。好，咱做来祈祷，恳求慈悲疼痛的天父，将平安赏赐予阮，亲像过去你赏赐予以色列人，赏赐予大卫王同款。阮今仔日是大港节第4个主日，也要详时来迎接你为着阮降生的纪念的日子。第4个主日是一个和平的日，是一个平安的日。
阮特别伫咧面对即个困境的时阵，伫你的面前谦卑来诚心恳求，祝你将平安来赏赐互阮。亲像你遮个耶稣基督，甲所有的军队者讲的，我留了平安互恁。主啊，这个平安是阮所需要的，特别是伫即个时刻，伫即站，全球拢咧面对即个武汉的肺炎的即个困境的中间，现在借着防疫的做法，现在借着即个疫苗的生产，会通帮助阮来渐渐脱离即个困境。但是阮需要伫心灵顶悬有主你的平安，甲阮三甲伫底。阮今仔日要迎接你为着阮的降生，这个是一个平安的好消息。也求主你继续来看顾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特别是伫这寒冷的冬天的中间，检测有感冒，检测有侪阮周边的人染病，检测有侪伫第一线伫照顾遮个病人，也是提供服务的人，因面对遮个环境的变化甲即个危险性的时，祝你的恩典甲因三甲伫底，将你的平安平平赏赐伫逐所在逐个人的内底。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自责，也要献上阮对你的感谢。你互阮有即个机会，透过科技、透过网络来三甲自责。虽然阮因为政府的防疫的命令，阮无法度倒转去伫礼拜堂三甲聚会来做伙敬拜，但是阮的心三重伫你的面前，对你来献上祈祷，甲阮的学乐。阮即时将阮的礼拜交托伫个手中，求主你甲阮三甲伫地。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咱用主的祈祷文，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呢亲像伫天里。阮的日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敌气，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拢是所有，代在无尽。阿免。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甲来分享的这个主题，是因为主的慈爱啦，吼。咱拄则的启示文的中间，咱会通看到讲，伫以赛亚先知的册内底看见讲，迄个一个和平的时代，侪凶恶的动物，咱无搁再惊吓吼。今仔日的经文，咱也会当看到讲，上帝清楚甲大笔讲要进入一个所在。游牧民族无要搁再游牧去要一个所在来平安来徛起，无搁再拄着侪强势的威胁吼。我想今仔日这个信息也是要互咱现代的人咧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做一个真好的提醒吼。咱要倒转来对大笔伊的王国吼。伊安怎进入伫迄个平安的时期，咱来思考啦吼。当然要思考讲，到底是啥物人做起来吼？你若问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甲你讲吼，这就是阮迄落大鼻王吼会厉害吼。真正伫即个和平的时代，是因为大鼻王的溃力，也是讲有倒一个真有才调的将军，也是讲约柜带伫将来即个真事实真好的即个圣殿内底嘛？当然答案拢毋是啦吼。一个人伫迄个混乱的情景的下面，会当进入伫和平，也是讲太平的时代，其实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也是讲因为上帝的慈爱吼，上帝的慈爱。以色列人历史来讲，以色列人拢认为讲大卫是因上伟大的王啦吼。伫大卫进前扫罗了，进前就是咱讲士师吼。今仔日的台语圣经有甲咱讲士师吼，
了后开始进入即个王的制度内底。看起来台北王真正是真厉害，这摆就是台北咧交代伊的囝所罗门要安怎去圣殿，伊的想法、伊的计划等等的吼，咧交代伊的吼。今仔日个经文当然有讲到去圣殿的代志，咱连夜也去点着即个issue啦吼。咱先来思考看卖啊，台北安怎得到即个王国啦吼？当然头起先是因为扫罗即个家庭的败落吼。咱知影扫罗因为家己看家己伤过头重，然后得罪着上帝，所以扫罗的家就渐渐来衰弱，甚至扫罗伊的元帅吼，伊的将军来甲台北来结盟吼，咱连面会讲着吼。所以第4章记载着台北甲扫罗因即个两个家的即个战争啦吼。当然这拖真长啦吼。第2个就是我拄则讲着，扫罗的将军即个元帅阿沙尼呢，伊来我对台北这边来，因为伊有可能看到真侪的无好的事会发生吼，所以伊就来离开来我伫上帝的旨意所要设立的王者所以伊就换过去伫即个台北遮吼。但是沙尼呢，基本上呢，伊捌对扫罗吼来追杀台北啦吼。伊嘛捌介绍台北来互扫罗认捌啦吼。所以伊本身是一个真不哩复杂的一个角色，伫即个台北甲扫罗即个中间。但是上落尾伊决定伊要来换伫台北上帝所设立的即个王者吼。到落尾沙尼去互即个台北的即个将军吼来甲伊抬死啦吼。但是咱知影讲伫即个所在，当政权要移转即个中间即个沙尼是一个真重要的角色啦吼，特别是伊甲即个台北来结盟吼，互即个扫罗的军队就失去迄个更较重要即个军事的武力等等遮的吼。所以咱看见讲沙尼尾去互台北的将军约瑟来甲伊抬死啦吼，因为伊看到讲过去吼。即个伊捌甲扫罗来追杀即个台北，伊对伊感觉有提防的心吼。了后，才台北做以色列的王啦吼，伊先做犹大王7年偌久，然后甲统一整个以色列吼，安尼了后，佮过33冬，总共40冬的即个中间，咱会看伊讲，亲像今仔日的经文所甲咱讲的。以色列这个王国享受太平吼，享受太平。咱就爱思考，以色列人甲伊当作上重要、上有宽平、上有气力的一个王，这也无怪啦，因为伊伫个统治的中间，因的国的这个势力、领土一直咧扩张的这个中间吼，所以因会感觉讲，台北是因历史以来上伟大的王，是上帝所设立的罗卜安尼吼。但是咱来思考，就是讲，这个到底是毋是台北完全的功劳啦吼？但是咱主要看一个真重要的代志，今仔日个经文内底讲到一个约柜吼，伊讲要为着约柜来起造圣殿啦吼。伫这个所在，台北伊伫遐咧讲，伊家己住伫真舒适的一个王宫内底，但是上帝的约柜吼。所住伫个布片的内底啦吼，到底这是咧讲什么代志？当这个约柜要压制倒转去伫耶路撒冷这个代志，咱来思考约柜吼，约柜的整个的代志吼。其实咱来知影约柜其实伫撒母耳的时代，撒母耳顶下卷就是扫罗王的时代，是去互非利士人。来甲伊占领吼，叫非利士人占领。台北则伫统一整个以色列了后，
要甲即个约柜来刷倒转来，要甲刷倒转来。伫即个中间，咱看伊讲，大必是对即个巴拉犹大的所在，要甲即个约柜来迎旨入来伫耶路撒冷。巴拉犹大到底是伫倒位？伊大概是耶路撒冷西边15公里的所在我用一个地图互咱看咱注意甲看即个所在，耶路撒冷伫遮巴拉犹大伫遮约柜是对即个所在迎旨倒转去，这代表派大军队甲这约柜摕倒转来。即个就是啥物人的所在呢？就是咱知影，迄个约柜伫要对车顶落落来时阵，伸手去摸约柜迄个人，乌撒老爸徛起伫遮啦。是安怎约柜走去因兜？咱会搁来讲较清楚的咱来讲较清楚的。咱知影照历史来讲啦非利士人一直是以色列人的上大的敌人。咱会记咧，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阵，其实若出埃及过红海了，直接放几个月因就到犹太地啊。但是上帝互因踅落去西奈半岛，为什么？就是因为非利士人伫遐非利士人是足顽强，咱会记咧细汉的即个大卫甲一个对敌足顽强的歌利亚伊就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所以因一直是以色列人足大的对敌甚至有几啊摆拢战赢即个以色列人，甚至甲即个约柜抢倒转来。即个非利士人占领的所在，大概是伫即边遮啦咱来看伊讲，迄个时阵呢，大卫要甲非利士人战争的时阵，非利士人规个大军来到遮，因为因听讲大卫已经代替扫罗做王因要来攻击以色列人，所以你要看非利士军队对即个所在走来到遮，即个山谷内底要来甲大卫战争。咱若注意看前后的经文，今仔日个圣经的前后的经文，会看到这个历史啦到落尾呢，大卫就甲即个非利士人拍退拍退了，佮毋但到遮尔，佮到伫即个所在咱倒转来思考，约柜是安怎遮重要啦约柜是安怎遮重要？伫12月17的时阵，无错伫即个读经的中间有讲到约柜即个 ark， 伊 ark 伫希伯来文有2字，一字是迄个即个大船的大船，一个字就是约柜。伫约柜呢，比较较有迄个观察的意思就是亲像约瑟伫埃及死去了后，因以色列人甲伊放伫棺材内底，迄个字甲这约柜共字甲哪的大船是无共字的互咱来思考就讲，当约柜对咱失去迄个意义来讲的时阵，迄个等于是棺材是死的。但是约柜是安怎遮尔重要？是因为约柜毋是约柜，约柜是上帝伫遐啦上帝话伫遐上帝话伫遐，上帝伫遐。伊毋是一个工具，毋是一个物尔定，伊是一个代表上帝存在的一个象征这是非常重要。对以色列人来讲对咱现代基督徒来讲，咱要安怎来看约柜这项代志？当然，咱即摆毋知影约柜伫倒位啦伫撒母耳下卷的中间，咱看伊讲，这个是对非利士人手中摕倒转来。当大卫攻击非利士人了后，对这个所在甲伊战争，甲约到遮，佮约到遮所以你会看伊讲，真正亲像圣经今日咱的圣经所读的，上帝互伊无搁再受到强敌的威胁，因为伊太赢因为伊太赢，互伊会当享受到太平。所以毋是大卫的厉害，嘛毋是伊的将军的厉害，
是因为上帝的慈爱临到伫以色列人的心中。咱看见这个约柜是对非利士人摕倒转来，嘛毋是扫罗王的厉害，是因为非利士人摕着约柜倒转去因的所在时阵，开始出代志，因惊到要害伊，了就拜托以色列人甲这个约柜呢摕倒转去，然后就放伫阿比拿达的家，就是咱拄则看迄个地图遐，就是乌撒甲阿斯约的老爸的家，伫迄个所在有20天的时间，一直到大卫对因兜赢至这个约柜倒转来伫这个耶路撒冷。咱伫即几天的这个读经的中间也讲到这项代志照今仔日的经文来讲，迄个时阵约柜是放伫迄个会幕帐棚内底但是大卫呢是住伫这个水水的王宫内底。讲到这，我讲插一个话啦就是即阵就是台湾真侪的教会朋友，因拢咧准备咧布置迄个圣诞节的布置有足侪人讲足无简单会当去找着稻草啦我就甲因滚生笑讲一句话啦我感觉耶稣真可怜啦，2000几年搁咧困稻草啦，咱的厝是愈起愈水啦。即句话其实是对大卫来的当游牧民族无搁再游牧，无搁再住即个天道，入去伫即个耶路撒冷犹太地起大厝咧困的时阵，上帝的约柜搁放伫迄个会幕内底这是大卫的思考啦当然，这个对毋对会当讨论啦就是讲咱要安怎来对待上帝，我想迄是一个态度。上帝无需要住伫迄个咱人所起的圣殿，嘛是今仔日的经文所讲的咱要安怎来看重约柜这项代志？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咱有机会，咱再过来讲是安怎乌撒会去用台视的原因啦我敢若点2项代志就好咱会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阵过红海的时阵是用行过这个红海。当这个伫西奈山骹了后，因开始做约柜了后，因入去伫这个约旦河，行过约旦河，佮经历一摆迄个过红海经验。但是迄个时阵有加一个约柜，迄个时阵约柜是安怎甲用过的？是祭司扛的但是这个时阵是用牛车拖的这个是一个足重要的因素之一，咱有机会再去来讲所以咱看见讲这个大卫甲伊的大军用牛车来载约柜，要倒转去伫耶路撒冷的这中间约柜倒去咱看见这乌撒死去这个代志有足侪人有意见啦咱连讲用较侪时间才来讲这个但是讲大卫是安怎遮尔注意要甲这个约柜摕倒转去，因为伊知影迄是代表上帝的话代表上帝存在的一个象征，所以伊来迎接这个约柜倒转去。当然，这还有发生故事啦乌撒的死了后，大卫毋敢将约柜放伫伊的这个王宫的边等等这的代志所以咱会当倒转去看牧师伫读经的中间所分享的约柜本身毋是重点牧师搁再提醒约柜本身毋是重点，是约柜放伫上帝的话，代表上帝的存在。伊袂当真做讲一个工具尔定，若是一个工具，就亲像迄个原文有迄个观察的意思，是死的无。上帝是活的上帝是活的。即马咱毋知影约柜伫倒位，但是咱知影上帝是活的，上帝的话嘛伫咱的内面大卫上开始想着要去圣殿的动机，是为着要互约柜有一个所在专门的所在通好放，互伊较舒适的互伊较舒适的。
当然，咱知影约柜代表上帝，佮较代表着祝福吼，亲像伊有看到即个约柜伫非利士人的家内底是一个灾难，但是约柜伫另外一个人的厝的时阵，却带来祝福。然后代表讲袂使这约柜爱囥伫阮兜边的吼，所以咱看无共款的意义伫迄个所在，上帝宽并伫迄个内底吼。所以咱伫12月18号的经文内底有讲着吼，太乌撒的宽并，伊足惊讲会到因兜，然后伊就讲无囥伫迄个俄别以东因兜啦，结果看到俄别以东因兜呢。拢规地口仔拢得着福气，代表着讲我要将约柜摕倒转来。你又搁咧想讲我带遮好约柜敢若带咧布片改成袂使安尼讲袂过喙安尼所以伊就开始想要去圣殿。但是圣殿毋是上帝的旨，咱会记这样代志如果圣殿毋是上帝的旨，你要去，迄有问题所以代表真水的见证，就是讲伊听叹上帝的话，将这个责任交互伊的囝而且佫为着伊的囝所罗门来准备这个建材。咱佫倒转来讲平安啦代表会当真顺利将约柜来刷倒转去。当然，这内底有足侪的变化，但咱讲伊会当做这项代志，就表示上帝伫今仔日经文所咧甲咱讲的，要互伊有平安，这个是真重要的一个背景，所以伊会通做这个代志。今仔日咱另外一个经文，咱无读的就是路加福音第1章26节到38节。这个经文咧甲咱讲玛利亚是得到预言，上帝要赏赐一个囝。这个是上帝的权能，因为伊的亲人一个年岁真大的妇人人伊丽莎白，伊无法度生囝。嘛，借着上帝的慈悲慈爱，互伊生囝来成做耶稣基督来陪伴伊的道路的一个人。这是上帝的拯救的计划，来到伫遮要来一步一步来完成。这个是咱拄则一直咧强调的，是一个平安上帝借着这个圣神的权柄，借着透过这个玛利亚。来生出耶稣，耶稣的名耶稣的名，伫希腊文叫做耶稣耶稣甲希伯来文的约书亚是同款的意思，意思是讲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的拯救是啥物意思？第1章路加福音第1章30节，得到大恩的人平安上帝甲你伫地得到大恩的人平安，上帝甲你伫地上帝同在，就是一个平安的信息。平安嘛是耶稣降生的目的，甲伊的工作。所以路加福音第2章14节讲，伫极权的威严根归伫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非利士人甲约柜摕倒转去讲这个对以色列人真重要，这是因的上帝。结果安那，伊毋是上帝所欢喜的人，所以因得到灾难。和平归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这个是特别是伫现代，当咱咧面对这侪困境的时阵，咱真正是需要这个平安，甲咱三个比例。这是借着旧约的预言讲，有一个婴仔要为着咱出世，一个囝要赏赐互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要称作奇妙无私、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的爸，和平的人君。这是出自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代表王朝得到平安，毋是因为约柜，是约柜所代表上帝的权柄甲上帝的慈爱。约柜有圣殿无，毋是介重要的代志，因为约柜既然代表上帝，上帝就无需要叫关伫圣殿内底，因为关伫约柜内底会变做棺木是死的，无生命去甲关起来
你来关起来。上帝是我的，是要领导咱往前来行。上帝将平安赏赐以色列人，赏赐大笔，赏赐玛利亚，赏赐遮各样的人，拢是因为伊的慈爱，绝对毋是因为约柜的装塌，也毋是因为圣殿的水歹。所以大笔应该清楚知影，约柜的中间有上帝的权柄，所以伊会惊嘛，伊会惊乌撒的死是毋是会带到因兜，伊就甲囥伫俄别以东因兜。结果伊看到即个人的家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哦，伊就知影讲上帝的权柄伫伊内底。耶稣基督降生是上帝的慈爱，因为伊将平安赏赐予咱，透过耶稣基督。迄重点是，咱是毋是会当甲上帝平安迎旨倒转来？咱迎旨倒转来是囥伫厝内甲关起来，还是咱是接受着上帝的慈爱，领受着伊的平安？我想对现代人，对现代基督徒，特别是伫2020这中间，这个信息也咧对咱讲话。无论是咱咧讲上帝的约柜，或者是讲咱咧讲耶稣基督的平安，到底是伫咱的内面，绝对毋是因为咱的熬，毋是咱的能力。今年的圣诞节真正是真无共款。咱坐伫厝里来纪念这个日子。咱亲像伫旷野的各样的人共款，咱伫咧黑暗的中间，伫迄武汉、肺炎威胁的内底，咱啊看袂到光的时阵，咱拢真仰望迄个天使天君出现。咱会当看到上帝的慈爱，看到上帝的怜悯，看到伊所赏赐咱一切的平安。咱做伙来吟这首诗啊，这首诗叫因你的慈爱啦，要华语的咱对咧看，对咧唱安尼啦，仰望这个上帝恩典，甲咱三甲地地，伊借着伊的慈爱，赏赐平安伫咱的中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的嘴唇要赠颂你名，因你慈爱比生命更美好。我要奉你名来高举双手，我要奉你名来高举双手。我们的嘴唇要歌颂你名，因你慈爱比生命更美好。因你慈爱比生命更美好。咱做来祈祷，主啊，因为你的慈爱，你将平安赏赐予阮，亲像你赏赐予伫黑暗中遐个各样人共款，亲像你赏赐予早前大笔的时代，因咧面对强敌的侵略的时阵共款。主啊，毋是因为阮有偌水的所在来互代表你的约柜来带，是阮真正迎旨你的约柜，你的平安伫阮的性命内底。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疼，互阮会通得到即种的恩典，也互阮伫即个面对疫情的困扰的时阵，有助你大大的平安，甲阮三甲伫地。因为阮确信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你是阮平安的君王。感谢你，靠主的名祈祷，阿们。好，咱即时要来守圣餐。我先来甲即个 PowerPoint 关起来，请咱来甲即个准备好势我甲即个开去
咱要来做伙领受主的恩典吼。主受袂迄暝，有摕饼起来祝谢，然后擘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逐摆食着今日来纪念我。食了后，伊搁旁杯讲，这个杯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恁逐摆食安尼的时阵，着今日来纪念我。咱做伙来祈祷。听到阮的天父，感谢你，你用你的听阮。亲像诗歌所讲的，因为你的慈爱比阮的性命更加好。因为阮若无你的慈爱，阮的性命就袂上算这是甚物。主，阮感谢你，伫早前就享受你的平安伫阮的中间。亲像你的囝耶稣基督所对阮讲的话，我将平安留咧互恁。主，求你的圣神甲阮每一个三角地带。特别甲遮的第一线医护人员，也是提供民生需要的遮的人三角地带，互伊免拄伫遮的疫情的威胁，互阮每一个人的心内拢有你所享受的平安甲阮同在。主，阮需要的就是你的光，阮所需要的是这个无平安的时代，你所享受的平安伫阮的中间。阮要做伙来领受主你的恩典，求主你透过这个礼仪，也搁一摆将你平安的话的灵放伫阮的中间。献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主耶稣受袂迄暝，摕饼祝谢了后，擘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逐摆食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做伙来享受。食了后，主搁旁边讲：这个杯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恁逐摆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做伙来领受。好，我甲PowerPoint提出来吼，David。咱这是做来念圣诗86首，圣道就请欢迎圣诞日子。咱做来回应上帝话，圣诗86首。第86首，圣徒就请欢迎圣诞日子。圣徒就请欢迎圣诞日子。万民求主入天未将出世，起来活动，上帝奇妙恩爱，就是天君一时的天所爱，在造天塞，团抱主福音，多教肉体对在血肉降临。伫伯利恒，你是牧者收监，忽然天使出现，徛因身边。听天使讲，这是大好的日，我当风车，报恁真好的消息。上帝所应允，今日已经成。救主基督降生伫大别城，天使讲说，忽然做天光，阳神的光阴是我老大运，叫我
紧紧入城来看所情代志。看见婴仔包布伫马座内，大家欢喜，跪主面前敬拜，因就去宣扬天使所传播，来归荣光上帝，感谢阿罗。着是上少念这大跳通，上帝你秘真叫咱世间人，要听亲手救主一生敬畏，对要做起的高的十字架，愿主帮助。应有天良相向。咱就是来念奉献的诗，然后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感谢天父天父，我感谢你赏赐阮这样多，阮虽然真微小，但是主以后这样疼阮，疼阮啊亲像宝贝，你有赐福阮有真丰盛的稳定。你有养起阮这打死的生命，主啊，阮来感谢你，因为有你的疼，阮才有勇气，才当勇敢来向头前来行。我恳求天父来教示阮，我会当看到主你的稳定，你知影来学习，来感谢，来知影来感谢人，来祝福人。主啊，阮。常常爱用家己的聪明去处理所拄着的代志，至到你叫做爱停落来，来等待主你的心意。不过就帮助阮来学习，你逐项代志，拢来追求主你的带领，来配合主你的脚步，一步一步来跟对主。让阮天父，我来求你照顾阮的家庭，主你照顾阮的教会。求主你照顾阮的国家，求主你照顾这世界，有一个正拄着在病困、传染、身体衰弱的人，主啊，恳求你，有这病困来紧紧的减少，我这个传染病来紧紧的来控制。求上帝，阮知，你艰苦时阵，我乃来见到你主。特别上帝，阮只来献上阮的感谢，伊对全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心来求。阿门。请牧师来记在关怀祷告。好，共款请咱来做好家己的防护啦吼。这个这礼拜的消息就是爱收已经拢满吼。就是讲真侪人染病吼，即马过来就是可能会无够吼，咱为着这来祈祷啦吼，为着疫情来祈祷吼，也为着教会是毋是咱有按算要来换吼，咱就为着这来祷。OK， 咱今仔就领受这个圣礼典求主继续来施恩赐福。好我搁咧安排这个1月3月服侍表，你若有啥物款的
schedule，你甲我讲者吼。咱过来吼，连续2礼拜拜五拢是固定假日啦吼，所以咱可能暂停2礼拜。1月7、8才开始吼。拄好拄着12月25甲1月7、1吼。连续2礼拜吼，即个1月7、8才开始吼。且咱即届着读2章，23章甲24章啦吼。了后，搁过就是迄个要来讲着保罗开始即个罗马的行程吼。好，今仔日第4主日啊，通常就是因为咱即马若无伫即个25号伫教会做礼拜时，咱就是甲即个主日做圣诞的主日啦吼。一般若讲，亲像天主教，因就是25号、24号暗、25号拢还阁有弥撒吼。咱基本上咱都无吼。好，我会阁重新来设定即个 Webex 哦，因为咱一个月的迄个 deal 吼，所以我爱后个月才会当阁重新整理吼。后礼拜是今年的最后一礼拜啦吼，所以你若阵讲忙要伫奉献要办退税，迄个后礼拜就是最后一个主日啦吼。请咱大家注意这日子。咱前礼拜出席是19人，查经10个人吼。这礼拜奉献是2250块，奉献的明细伫下骹咱才甲你看。好，这是后礼拜的讲道的资料，服师。好，David。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记载伫罗马书16章27节，咱做伙读2摆27节。愿应当对耶稣基督唯一独一有智慧的上帝，代代保全。阿门。咱再来一摆，愿应当对耶稣基督唯一独一有智慧的上帝，代代保全。咱做伙来吟上行的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然后请你牧师祝祷聚会。第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求愿主的阳光遍照咱，互咱会通离开疫情的黑暗、政局的黑暗，互咱有主的平安，甲咱三甲地地对这点到永世大无尽。阿免。
好，咱今日礼拜到这，我来甲 PowerPoint 甲这个live 关起来吼。